看到咱场内的这个绿美化，调这个建筑物，我相信讲透过说明会，大民众讲，大合民众看到这个景色，还会当舒缓内心的一种恐慌，交迄个压力安尼啦。我希望讲这个馆可以稍微解决学甲流浪狗的问题，因为狗仔嘛真正带来咱真侪困扰啊，所以讲这点渐渐下民众来看，透过影片会当下民众安心。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教育馆，未来可以进行动保教育的相关的场域，可以提供给国小、国中跟各级学校或是一般的民众来这边参访，有一个专属的动保教育的一个场域，可以提供更多元不一样的面向，让这个动保教育的一个部分可以向下去做扎根。这个园区的一个规划，除了说传统的收容馆之外，我们还有规划很大的一个宠物公园，可以让民众带犬猫来这一边，可以做一个踏青跟休闲的一个场域。另外还有规划相当的一个廊道，还有自容池，整体是采公园化的一个设计。那希望可以美化这个地方。犬舍设计当然就是尽量就是用挑高，然后空旷舒适。那每一栋犬舍它都有一个室内区跟户外的活动区，所以来这边是说像让一个摆脱传统收容所的一个设计，是像让犬猫来到这一个地方，就像来旅馆一样。它一个很舒服、舒适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也欢迎民众带犬猫来这边参访。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基本上学甲动保园区，可以收容400只犬只、40只猫，那基本上都是以学甲为第一优先，能够相当程度的解决学甲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接下来学甲的动物流浪动物进来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学甲周边，包括将军、北门、嘉里周边的流浪动物可以进来。那进来不是让它终老而已，最重要的是经过结扎之后推动一些认养。另外一个部分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我们这个地方完工之后就非常的漂亮，造型很漂亮，那动物收容又很人性环保。然后也可以作为全国最大的这个动保园区之一。同时，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市集的保留地，所以假日的时候可以举办一些动物趴或者一些市集，可以欢迎爱狗爱猫的人士，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户外的宠物公园都可以。所以这个地方不仅是集保育教育而于一身，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地方休闲的一个好的地方。中年有指一批大豆沙拉油，因为被验出低含物超标，对4月初陆续出货，流向泰山、福寿、甲福茂等品牌的体系，引发民众的恐慌。台南市议员蔡玉辉、李中钦甲彭一芳上午就邀集市府、卫生甲教育单位召开记者会，一方面了解这段时间问题油品是不是有流入去校园的营养午餐。另外，嘛希望卫生局应该公布问题油品的顶下油的名单。应该公告哪几家嘛？靠近你也伊改善好嘛，对不对？恁有掠着对几间，咱这里讲百姓吼，大公司伊也买油卖讲嘛，上游卖讲，中游下游，恁有掠着几间，伊用对油无啦？资料全部公开透明，然后把它公告出来。再来就是说，我们做后续的这个追踪，它到底有没有撤掉的部分，还是它有继续使用的这个部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个区块。对此，市府教育局回应，学校的营养午餐部分并无用到相关厂商的问题油品，而且卫生局伫第一时间根据外县市的通报，伫台南嘛掌握了22间的中下游厂商。并进行稽查，甲了解回收的状况。
接获到中央的那个公告之后，我们在7月2号的时候就有在卫生局的网页上成立一个专区。网页啦吼，咱有听到我，不是我讲哦，我要希望你开记者会说明，另外卫生局网站来公告你哦，过来。那另外呢，我们除了在成立专区之后，我们已经有把相关的受影响的油品也都有放在网络上，另外也有把它转资给像我们市府的商圈啊，或者市场处经发局，另外也有给那个一些像厨师工会啦这些等等，我们就是已经有先将这些相关的资讯给他。那另外7月2号，其实我们还没有收到下游名单的时候，其实我们台南市真正受到下游的名单，目前清查起来是有22家。那其实在，他们各县市尚未提供那个下游名单给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在当天晚上也有去查夜市，然后另外也有去贩售业，还有一些餐厅，我们也有去做清查的动作。虽然卫生局第一时间在网站有设立专区，并且公布22间的中下游厂商，不过议员质疑，一般的民众不一定会知影，因此议员呼吁市府应该透过记者会定期来公布查克问题油品中下游的厂商名单，对厂商到夜市打饭，让资讯会用的公开透明，守护市民的食品安全。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参赛学生发挥创意巧思，运用黄金荞麦为主题食材，结合风味设计、饮品调制及美学摆盘，制作出一杯杯兼具口感、创意及视觉效果的特色饮品，充分展现专业实作能力。我们这次活动是结合了我们的台湾的荞麦黄金荞麦，那也结合了跟我们全国性的所有的学校来做一个所谓的创意的 AI 的创意的饮料的一个比赛。那这次总共有17个学校51队的同学来参加。那今天我们特别的举办了全国的总决赛。那大专组总共有12位，那高中组总共有12位，那总奖金有30万。这场比赛在中华医事科技大学举行，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比赛展现台湾农特产特色，并结合 AI 科技与青年创意，激发更多饮品创新应用，提升国产杂粮的市场价值与发展潜力。这次的话，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个学校的老师以及学生的投入，来让我们台湾的荞麦能够来结合到 AI， 那未来能够到我们的让我们的整个的餐饮我们的饮料的市场更多元化。今年共有17所学校，51位选手参赛，竞争相当激烈。最终大专组由国立高雄餐饮大学庄乔一夺冠，高中职组则是由国立玉井工商赖佑安摘下冠军。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比赛培育更多餐饮人才，让青年创意结合在地农产，未来进一步商品化，展现台湾农业的多元魅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群台港师生一帮暑假不是佚佗，而是展开守护贝壳斯烟草行动，包括社区大学、台港分校、和顺国中、小台港、中安、安庆、中平3间国小，以及昆山空设系，除了前往4侧湖净滩，总共清出6大地粪扫以外，大家各分工以样框调查法进行第2回海草测地调查。发现数量比去年减少真多。观测我们发现整体数量是相对比较少。那当然这1年当中有发生很多天然上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台风，比如说最近的西南气流等等我想也许都是影响这个贝克氏烟草这次我们调查数量比较减少的原因。那当然。这也只是2次的单次调查了如果有要再继续验证它的真实的数量的变化，我想要再拉长观测的时间跟次数。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面对国际以外物种，贝克斯盐草栖地需要政府甲民间共同来保育，互原本的盐草会当搁再繁殖复育。带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伫个新光国小整个队热烈的开场表演，2026台南市里社区在地嘉年华，日前伫个南区的湾里联合活动中心来举行。即届展出的作品有油画甲日水彩，其中会用看到真侪湾里具有代表的景点，透过长辈的视野，展现出湾里的魅力，同时嘛展现社区共学的成果。这一次的展览就是透过社区的长辈跟孩童共同创作啊，展现现在的祖孙共荣的温馨成果。那主要这些社区的长辈都是在这十几年。在这数十年，要用画笔去记录家乡的湾里这个部分，那有包含渔村啊、跟公园，还有二仁溪的河岸的风光，每一幅都是长辈自身的生命经验跟情感描述。那也是让我们更多民众透过这个画作，可以认识我们这边湾里的美丽。这届展览除了有长辈的作品，另外嘛展出孩童的水彩、创意彩画等作品。透过祖孙仔共同参与艺术的创作，互无同的世代互相交流，展现社区艺术教育的丰富成果。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阿兰区议员蔡立青时常透过舞蹈甲选民活动有近距离。这回配合世界杯卡球比赛，伊服务团队嘛做伙献上主题曲，为球员加油，嘛为家己加油。同时，对6月开始，只要每礼拜3暗时7点开始，都会联下台安里长参选人廖玉珍伫吉安公园，邀请专业舞蹈教练来带领大家做伙跳舞运动。无分男女老幼，甚至坐轮椅的阿桑，拢做伙徛起来叮当，气氛相当热烈，嘛互社区注入满满的健康活力。我真的可以吃饱饭来，真的很轻松，太轻松了。因为对啊，就是我们议员真的太亲民，跟我们那个大安里的候选人，也都真的都很用心，让我们里民可以来这里运动，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每天就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社区，然后跟所有的像小朋友啊，还是说大朋友，能够一起来享受这一种跳舞，就是运动流汗的喜悦，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那像我们在公园呢，带着这个婆婆妈妈、哥哥姐姐们跳舞哈，是让他们饭后出来运动，然后推广这个健康身心。面对年底选择，不过议员认为政治人物爱拍破传统严肃的形象，将流行舞蹈文化、社区运动融入地方的经营，甚至替爱跳舞的少年人争取资源。在公园运动呢，这个是属于比较社区型的。那另外我们也借由 K-pop 就是比较流行的舞蹈呢，来拉近跟年轻选民的一个距离。那尤其是台南市政府过去有一些角落，比如文化中心啊、街头艺术的地方，我们都请市政府加上了练舞的镜子、休息的座位，让年轻人呢在这边运动跳舞的时候有更舒适的空间。那我想就是用贴心、细心，然后有意义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接近。推动全民运动，不是口号，需要对日常生活上亲近的公园做起。李自从议员协助推广运动舞以后，公园变成上热闹的组织，所以欢迎里民甲市民朋友小酒做回来热火健康，跳出幸福。而且不止完全免费，也可以无定期发送限量小礼物。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隐藏于格栅中的灯光，随着色彩以及节奏变化，透过建筑立面与灯光科技、海浪、沙洲、科架等意象缓缓浮现。台南市北区区政大楼公共艺术应时浮光正式启用。
艺术家以北区昔日沙洲、西湖等地景为灵感，让地方历史化作夜间艺术景观。作品结合永续概念，由企业捐赠储能设备，以绿能供应夜间灯光。公所也将推出彩绘图卡，让学童透过创作认识地方文化。优秀作品未来还将在区政大楼展出。建筑不遮水，经过停车经过路角的时候，看到这个公共艺术，而且会感觉足欢喜的，而且这个公共艺术才352万。纯白建筑、宽敞街角，加上自然采光，北区区政大楼今年4月才刚启用，有婚纱摄影师抛出一系列婚纱照，吸引不少网友留言，直说真的太美了，很漂亮是真的超漂亮的那一种，整个都是白色的，那个斑马线啊，人在走的那个斑马线其实也很好拍。户政大厅以幸福转运站打造结婚墙，希望让新人留下人生重要纪念。截至今年5月底，已经累计达486对新人登记。邀请我们所有年轻人准备要结婚的，或者是未来要结婚的，未来结婚登记的时候，都首选我们的北区区政大楼，成为你们的一个结婚的一个拍照景点。白天是热门婚摄打卡景点，夜晚则化身光影艺术地标。北区区政大楼从公共服务空间逐渐成为兼具文化、美学与生活记忆的新城市亮点。记者周海棠的报道。府东创意森林园区，也就是原台南州立农市场宿舍群，就位于台南市东区的市定古迹园区，由5栋经典的日式木造建筑组成。因为充满日本庭园氛围，而有台南小京都的美誉。为了让民众或是游客来这儿，除了感受历史建筑，也有租借日本浴衣、和服等体验，一步一步成为夏日旅游的经典活动。所以台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会特别委外，先以假日市集来试营运，除了活化环境，也成为充满文化温度的台日交流场域。长久以来，台南市和这个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吼，咱拢一直有咧交流吼，嘛希望讲，甲因每一个所在吼，特色吼，会当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互大家会当熟悉。另外就是讲，这个深水町的开幕，佫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咱台南遮的一寡物产，咱有一寡日本的朋友来，伊嘛会当直接看会到。开幕第一天，会中以日本传统宴挂来带动气氛，后续也将引进古迹原本的农业元素，包括台湾茶、台湾咖啡、清酒等等来招商，拉近历史建筑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看到包含了创意市集。那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说，以东区在地的园区里面，我们希望会馆呢，不但是只可以结合在日本的文化交流以外啦，还可以把日本的产物带进来，带我们的台南，让台南跟日本的这个文化交流会更加的深厚的底蕴。透过具体活动，让来访的民众产生连结，共同延续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台北市农会提供的奖牌以及奖金15000元。从台北市农会理事长潘金生手中接下冠军奖牌，有数十年种植经验的木栅区笋农周华郎大方分享种出冠军笋的诀窍。平时的辛苦与努力，努力的耕耘才有收获。然后像主持人讲的，像理事长他们讲的，我每天平常都11点，晚上11点花出水。早上的那礼拜6、礼拜天都9点、10点，但是整理是最重要的。冬天整理的时候，你的技术你绝对要够，然后还有施肥，像我们是用黄豆，整个就是做有机豆。这是台北市绿竹笋品质评鉴比赛，今年共吸引了9个区农会，共112位种笋好手同场竞技。比赛结果，除了冠军笋外，强调甜度的甜笋王与外观形态的美笋王，也分别由同样是来自木栅区的笋农张少燕及王文玉拿下。台北市产业发展局副局长王三中表示，
台北市绿竹笋不但品质及口感佳，还落实源头把关，希望让消费者吃得美味又健康。台北的绿竹笋部分，基本上整个细腻跟甜美的一个口感的部分，相信也不输我们以往有机会吃到的日本的那些竹笋的部分，品质是相当的。所以在以往的话，大概相对在品级跟所谓的客单价上面，基本上在市场上面都是非常的抢手，跟客单价上面也都是基本上是比较受欢迎的。那这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市农会、区农会的一个辅导的部分，那也感谢我们笋农们这么多年来精心跟持续的一个用心所付出的心力，所能够造福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食材安全上把关之外，相对也种植出这么好的一个绿竹笋的品质。点缀我们的绿宝石，把我们的干炸鲜笋完成这道菜品。为了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理念，台北市农会方面也与天成大饭店合作，从即日起到7月22号期间，推出期间限定的绿竹笋主题料理，需要邀请民众品尝台北种下当季的美味。咱讲有包括含这个农药检测的物件吼，有含这个天成饭店这个对山地到岛顶拢定了会当非常的健康所以讲希望大家若有闲若有需要要食竹笋找咱特别是农会，但是要找咱这个各区农会，拢会当食到上界健康、上界安全的这个竹笋。除了享用美味的绿竹笋，台北市采饭局也和北投、士林、景美、木栅及松山等5区农会合作，在7月及8月陆续举办采笋区体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入笋园，化身一日笋农，感受种笋达人的智慧。6月27号及6月28号2天，台北市农会也将在花博农民市集设立食农教育摊位，透过互动展示与模拟采笋体验，让市民更深入了解台北绿竹笋的在地价值与故事。请启动，种下绿宝石，爽脆绿竹笋正式启动。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暖暖清水季，2026基隆清水季即将在7月4号登场。宣传记者会上，邀请小朋友一起同乐。副市长邱佩玲、议员陈冠宇、议员连恩典办公室主任吴美惠和暖暖区长陈德林邀请大家来基隆玩水，清凉一下。我说一个建设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一个建设要有议员的督促，有区长的用心，还有市长的决心，才有办法做成的。那我很希望今年的7月4号到8月30号，全北台湾的人都来暖暖区，不仅看到我们最棒的清水公园，还有品尝我们的农场，还有看我们周遭的。暖暖清水季即将登场，市政府宣布公园戏水设施全面升级，不论在整体性和安全度，都让民众很有感。我们今年最大改变有几点，第一点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戏水池，这个戏水池的量体是原来小戏水池的3到5倍。那第二点是这个戏水池增加了4个游具，包含会喷水的绿蜥龟、会倒水的清溪蟹，还有一个伞铺。第4个是个水画墙，大家可以在墙上作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那第3个创新是我们今年会有一个免费水枪的借用，以前我们家长带小朋友来还要自己带水枪，那今年不用了，我们现场就可以免费的水枪给大家借用。那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7月4号到8月30号期间是这个活动开幕可以使用的期间，但是每周1跟每周5是公休日，我们要整理清洁这些相关的水质。暖暖清水公园被列入北台湾10大免费戏水景点之一，市政府及议会持续共同改善硬体设备，希望让清水公园成为最有魅力亲子游憩景点。
到暑假的时候，你都会在网上查到一个北部10大戏水公园、清水公园或戏水公园，其中一处就是暖暖清水公园。可是确实在隔壁都是双北市的情况底下，他们的预算规模，我们的公园的状况，其实真的很难跟他们做竞争。可是今年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去年市政府投入了2400多万的预算，我们有了更衣室，我们不只是有了新的戏水区域，同时我们把周遭的步道、然后地坪、颜色全部一并做整理。我相信每一个重新来到暖暖清水公园的人都会发现，哇，这个清水公园完全不一样。在我们市政府跟区长努力下，我们那个面貌全部焕然一新哈，把一些旧的一些游具也都把它换成新的，这个是真的很诱惑人，而且尤其对小朋友来讲都会很喜欢。有一些家长也是很开心陪着小朋友一起玩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暖暖来看一看我们面貌完全不一样的清水公园。由于活动期间人潮相当多，暖暖区公所建议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可搭乘台铁至暖暖车站后转乘接驳车，或搭乘公车客运抵达。而开车的民众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水源路水源桥下收费停车场，再步行到园区。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哦，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阿妈你好。
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